家庭老師啊，上次嘉瑩老師咧就分享過《紅樓夢》裡面嘅美食啦。咁不如我哋承接呢個話題，一齊喺圖書之中繼續講飲講食。冇問題啊！咁我最近咧睇咗一本書啦，就叫《豆腐》，咁佢由郝廣才所寫啦，由袁樹基繪圖嘅。咁咧裏邊嘅故事咧就係透過阿林老闆啦，同埋佢太太咧點樣去透過用唔同嘅方式去煮豆腐啦，咁就俾佢嘅女兒同埋幾個嚟自唔同國家嘅朋友咁樣，咁就整咗一餐好豐盛嘅晚餐俾佢哋。咁故事當中係講到好多，譬如話點樣促進唔同文化之間嘅交流啊，或者係彼此嘅認識咁樣嘅。而我呢本呢，就係、是《六格格的宴席》。兩位作者考究咗好多科學、歷史、文學嘅知識，咁佢哋咧就會想像啊，如果我能夠穿越時空，請古今中外嘅名人去食一餐飯，咁究竟我要請佢哋食乜嘢呢？例如作者考證咗三國時期嘅諸葛亮、司馬懿對於佢嘅食量評論，同埋會諗啊，三國時期嘅容量究竟係有幾大呢？從而去推算出諸葛亮就算去北伐都好，佢都係留守後方居多，食量係唔會大嘅。咁作者咧就會諗到，不如我請諸葛亮食一味酸菜豬肉包啊，咁可以誘發諸葛亮嘅胃口啊嘛。咁另外咧，作者仲提到一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嘅博學家達文西。達文西嘅手稿有寫到自己對於食嘅要求。同埋作者考證咗當時喺意大利嘅風土人情，估計達文西咧應該係食多菜少肉嘅。咁所以咧，作者就會諗啦，不如請達文西食一味我哋中國嘅炸醬麵啦，多菜少肉，而且可以咧交流下中西麵食嘅不同啊嘛。咁講起咧意大利咧，我最近咧都睇咗一本咧繪本啦，同樣係由郝廣才所寫啦，但咁就係一位意大利嘅插畫家去做繪圖嘅一本書，就叫茶啦。咁呢本書入邊咧，其實講到啦，即係我哋現代人咧，其實唔係好講究咧茶呢樣嘢啦。咁但係其實咧飲茶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好放鬆咁去傾心事嘅。呢本書咧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咧，就係喺最頭同最尾咧，就用咗兩首用茶做主題嘅詩，做咗一個首尾嘅呼應啦。咁講得出我哋原來飲茶背後有啲乜嘢嘅心意啊，令到讀者更加了解到茶嘅文化同埋精神咁樣咯。以上介紹嘅大部分書籍都能夠喺恆怡嘅圖書館借出，兩本繪本更加係主題閱讀嘅部分。同學可以嚟借閱之後回應表單，發表個人嘅讀後感。Mr. 啊，託你幫我一個忙好嗎？好啊，幫我送呢封邀請函俾我嘅偶像唐代詩人李白，我想請佢食嘢。我想請佢食雙拼飯。因為佢曾經講過咧，烹羊宰牛且為樂，食雙拼飯就最好啦。不過咧，李白咧咁中意飲酒咧，除咗雙拼飯之外咧，我覺得你要請埋佢食戒酒丸至得啊！真係。